各位粵語發燒友注意啦！今次我哋準備咗一場聲浪爆炸嘅粵語尋寶之旅，5粒被遺忘嘅粵語明珠由古籍深處穿越到你我嘴邊，即刻同我一齊揭開呢場一個字一首詩嘅奇妙探險咯！準備好未？第一站出發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關含。佢係咁樣寫嘅，個含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QIAN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北宋類編裏邊嘅解釋係含物相直合也，即係話咧物體間嘅嵌合度好高咁解。譬如話就快打颱風咯，啲門窗啊要關嵌佢啊！你哋學到未呢？哇！原來呢個字背後有咁得意嘅古仔㗎，唔好急住鼓掌。第二個隱藏 boss 級本字已經迫不及待要同大家見面啦，佢就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滾水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滾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GUAN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楚辭哀時命裏邊就有出現，原句係愁修夜而婉轉兮，氣滾沸其若波。意思就係講我好憂愁，成晚瞓唔着，因為我內心好憤怒，好火滾，所以咧滾就係高溫咁解啦。嗱，譬如話啲水煲滾咗，就係呢個滾啊！你哋知唔知呢？我的天哪！睇完呢個字嘅72變，係唔係覺得粵語好似魔法咁好玩？魔法陣繼續轉動，第3位聲調小精靈即將空降，保證你聽完會忍唔住跟住讀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細埃個埃，佢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GUI 可以揾到。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埃小也，秦人為腰細若埃。到咗現代喺粵語裏邊，埃就引申為微不足道咁解。譬如話有個老闆啊，佢做開嘅生意咧，單單都幾萬蚊上落嘅，突然間有一單1-2千蚊嘅生意話揾佢，佢就會講啦：呢啲細埃嘢都揾我？你哋 get 到未呢？ Nice。呢個字的的色色嘅用法仲未夠口，嚟緊呢位穿越1000年嘅語言活化石仲勁爆，保證你落樓下買餸都用得着。Ready Go！ 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削，而個削字係咁樣寫嘅。呢個字喺北宋廣韻裏邊嘅解釋係煮米多水。我哋粵語就沿用落嚟，但係意思就引申為口感軟爛。嗱，日常呢，我哋煮飯嗰陣落米啊，放多咗水，啲飯就會好削噶啦，就係呢個削咯。你哋學到未呢？好厲害！連爆4關，覺得自己係粵語達人未？最後壓軸登場嘅呢個字，見證奇蹟時刻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曳。而個曳字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NI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智小力劣而爭，即係話咧智慧又唔高，力量又唔強，但係咧就不自量力咁樣同人哋爭執。後來就引申為調皮啦。嗱，日常咧我哋話呢個細路啊好曳噶，成日掛住打機，功課又唔做，咪就係呢個曳咯。你哋學到未呢？ Oh my god！ 哇5個古字5道光，拼成粵語星河閃閃亮。由廣韻走到茶餐廳，由詩經唱到短信框。原來老祖宗嘅智慧一直活喺我哋嘅舌尖上。記得 mark 低你最心水嘅本字，留言區話我知。仲想解鎖邊啲得意嘅粵語密碼？下期更盞鬼，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